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钮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生，福生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愤暴毙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。你比我幸运，
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姑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英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。神因殊荣，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金山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竹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晋仁公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晋仁公死了，那青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晋仁公那位，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6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晋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秦主儿所言，保的是宝璧。真是宝璧？秦主儿是亲眼瞧着晋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只见太后去过晋仁公。让人去照顾晋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青卓过来。这。晋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卿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晋仁公骤然离世。王卿不敢说，才见晋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晋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晋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晋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晋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位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
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皇上小心为太后，奴才立刻去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秦英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英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宫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宫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宫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宫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宫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宫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宫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朕的。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宫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宫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秦英啊，景仁宫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
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，悲痛万分。可公道二字，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祖景仁宫，悲愤交加，抱病多年。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，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太后皇上，姑母过身，确是因为太在意和先帝的情分。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身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宫的丧仪，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非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园寝。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。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宫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王琦，你也下去。这。秦颖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宫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，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宫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宫过身了，皇额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太后您放心，青竹也是个聪明人。给太后请安。你去吧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，看来你嘴巴挺严啊，没有背着哀家私下向皇帝告状。臣妾已经当着张大人的面把事情都说明白了。陪哀家走走吧。你姑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说给哀家听听。姑母想要得到母后皇太后的尊位，无非是为了母族的荣耀。姑母最在意的就是和先帝生同亲，死同穴。
可先帝对姑母说出了此生不复相见，姑母便心如死灰。她得不到先帝的心，赢了太后又如何呢？所以他选择保全了你。看来，他还是疼你的。姑母是疼臣妾，可是在这个宫里边，能保臣妾的只有太后。哦，太后并不想要臣妾死，太后想要姑母死，而且死在臣妾的面前。若是有人对姑母的死有猜测，由臣妾这个亲侄女的嘴里为您分说，便没有人敢污了太后的清誉。你很聪明。不是臣妾聪明，是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你姑母也是聪明人，从头到尾算计得清楚，能争的时候拼命争，不能争的时候断然做出选择，以保最大的利益。如此，你得以活了。是，姑母暴毙，但流言未必会消去。臣妾得活着，才能时时为太后坐镇。很好，很好。这么聪明的人，是得好好活着。谢太后。卓儿，皇上早点安置吧，明儿个可是登基大典呢。知道了。龙袍预备下了，您要不要再试试？既是量体裁衣，不必了。这寿康宫都收拾好了吗？秦理来回话了，说都妥当了。寿康宫虽是太妃的居所，但皇额娘所住的殿寝，务必体体面面的。那是自然的。退下吧。这。
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尊先帝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。册立之事，应有礼部正主相待。皇上仁孝厚德，福泽万民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走稳当点儿。太后迁宫是大事儿，皇上孝顺，一直在修葺慈宁宫，想必这会儿都妥当了，只等您安享这玉堂富贵呢。景仁宫的丧仪办得如何了？办了，这白事儿怎么能跟登基大典的喜事儿冲撞呢？所以悄悄地办了。走稳当点儿。走稳着点儿。停，落轿。太后，咱们到了。怎么是寿康宫？历代太后所居不都是慈宁宫吗？回太后的话，慈宁宫奉旨休葺，暂时还不能住进去。寿康宫是太妃们住的地方，难道让太后和太妃们挤在一起吗？是，所以皇上特意吩咐了，太后暂居的正殿那布置的是妥妥当当的，一点不比慈宁宫差。皇帝一片孝心。既然慈宁宫在修葺，那哀家等一等，先进去吧。太后您慢着点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都坐吧。从前自己是个嫔妃，赶着去向太后和太妃们请安，如今一转眼自己都成了太后了。瞧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娇嫩的像花朵。太后自己才是那朵开得最娇艳的牡丹花，不像我们年轻沉不住气，都是经不得细看的蒲柳。小嘴巴巴的，会说话。谢太后夸赞，臣妾愚笨，请太后教诲。今日是皇帝登基之后，你们头一回来请安，哀家也有几句话要嘱咐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也就你们几个，往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，你们自己都好自为之。多谢太后教诲，臣妾谨记于心。皇后，哀家和几位太妃们都已经移居到寿康宫了，东西六宫很快就收拾出来了，给你们安居。身为皇后，安定后宫乃是你身应之责。儿臣明白，皇上登基分六宫、定位分、册嫔妃，这些事情儿臣都会一一办好。若有不懂，还请皇额娘指教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。古来重长子，重嫡子。皇帝已经有了庶长子永璜，嫡长子永琏，还有一子也很重要。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已称吉祥，极为贵重。所以你们几个要加把劲儿，把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好好生下来。是。太后，福建新贡的柚子酸甜凉润的，您尝尝。哎呀，费那么大力气，
拨他干什么？哀家吃不了几口。能入您的嘴，哪怕是一口，也是这幼子的福分。真正有福之人，也不会住在这寿康宫。皇上也是孝心，想把慈宁宫修得舒舒服服的，再让您挪过去。皇帝明里说是孝顺，可暗里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哀家送来了寿康宫。心思颇难揣测。也是，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也不是太后的正经居所。要是哀家想早日搬进慈宁宫以正名分，还得借把东风，也看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用。皇娘住进寿康宫，没什么不满吧？都挺好的。寿康宫虽然小了一些，但布置也倒雅致。不过慈宁宫若是修好了，皇额娘还是早日搬进去的为好。朕知道你孝顺。对了，皇额娘没有为难青英吧？没有，皇额娘怎么会为难一个晚辈呢？那便好啊。坐吧，兰花。兰花，你可知这养心殿为何以养心为名吗？臣妾不知。皇阿玛在的时候，常常说起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，所以起名为养心殿。这人的欲望啊，一旦多了，是非也就跟着多。皇上身居高位，天下都是您的，自然寡欲养心。但底下的嫔妃、大臣、奴才们都靠着皇上呢，什么都仰仗着您，怎么能寡欲？所以啊，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，让那些无端升起的是非都能消退。如此一来，朕的后宫才可清清静静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再说了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也可多多请教皇额娘。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皇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些安置吧。皇后也早些歇息。臣妾告退。王卿啊，奴才在。青英还在景仁宫吗？这时辰，许是还在。你跑一趟，替朕传句话。给金主儿请安。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。是。皇上知道金主儿在此守丧，劳心伤神，特意嘱奴才送来这玉镯参汤，让金主儿安心养神，保重身子。皇上还说，眼下这局势，金主儿颇为艰难。皇上从未忘却金主儿和皇上是心意相通的人。亲主若有不顺心之时，想想皇上这句话，再不顺心也能安心了。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，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。奴才告退。走。皇额娘，嫔妃位分，您2次都发还回来了，是不是儿臣拟的不妥当？你是怎么拟的，又是怎么改的？你是皇后，事事要思虑周全。皇额娘是不满意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，儿臣未能及时明白皇额娘心意，是儿臣的错，还请皇额娘教导。乌拉那拉氏呢？她在景仁宫守丧3日，今日应该礼毕，
那他应该已经来了。傅家太后，亲主已经到了，那让他进来吧。皇后坐吧。是。臣妾给太后、皇后娘娘请安。景仁公丧事已了，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妃陵。景仁公是你的至亲，按理你要为他守孝3年才是。这样吧，你不必去你姑母陵前，就在前邸待着。吾旨不得出阁院，好好的为你姑母守孝3年。可是要守孝3年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太后能让臣妾在前邸守孝，已是大恩。臣妾谢恩。皇额娘为什么要删掉乌拉那拉氏的位分？青英的名分屡屡受挫，做贵人也是委屈她了。她是朕的侧福晋，封妃理所应当啊。青英妹妹受了景仁公的牵连，臣妾本想着给个嫔位，等日后逢年节再进封也不迟。可谁知道还是被皇额娘退还回来，臣妾无奈只好改为贵人。可皇额娘还是不满意。皇额娘划掉她的名字，难不成是不要给她任何位分吗？皇上，皇额娘封青英妹妹住在前邸，让她为景仁公守孝3年，闭门不出。什么？皇额娘久掌后宫之事，当着臣妾的面便发落了青英妹妹，臣妾却不敢驳回。皇额娘独断专权，连朕都不事先告知，你又怎敢驳回？请皇上息怒。皇上，皇额娘以孝亲为由发落了青英妹妹，这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如等过些时日，臣妾和皇上一同去求皇额娘开恩。朕知道了。青英妹妹虽被禁足，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，只差分居东西6宫了。皇后酌情安排就是。是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放那边，放那边吧。轻点放。来，搬过来，搬过来。好好，来。哎，这个盒子得放在这儿。小心点儿。哎呦，小心着点你们，别磕了碰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你这个放歪了。哎，我那个保卫盒子给我放好了啊，千万别摔了。帮我一下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一走，崇华宫就要落锁了。抬高点儿。你说这青姐姐还出得去吗？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太后说让她守孝3年，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放她出来了。谁知道呢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小心着点儿，别弄脏了。那边轻点儿，那可是皇上赏的。都收拾妥当了。来来来，主儿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咒咱们在这一辈子出不去呢。其他的主位分陆续都定了，搬走了。咱们真要在这住了3年才出去，这宫里还能有咱们立足的份儿吗？若姐姐别说了，主听了岂不更伤心？就你知道，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？